今日要同大家講一件所有準備出外遊玩嘅朋友，無論你係去旅行、去探親，定係去短期逗留，都一定要記喺心頭嘅終極大事。好多人出國之前都以為只要自己本護照未過期，簽證已經到手，行李冇超重、冇違規，身上又冇帶超額現金，就一定可以順順利利過關入境。但係我喺民航一線工作咗10幾年，真心想同大家講句肺腑之言。現時世界各地嘅入境檢查規矩已經徹底改寫咗，早就已經唔係淨係查下你個行李箱，隨口問你2句咁簡單。現時入境核查嘅最大重點係嚴查你嘅手機同埋所有隨身電子設備。各地嘅邊境執法人員係有法定權力直接翻查你嘅微信、相冊、通訊軟體嘅聊天記錄，甚至係你嘅支付賬單，完全唔需要申請任何搜查令。只要你部手機入面有敏感字眼，容易令人產生誤會嘅對話、違規圖片，就算你係一個正正經經安分守己嘅普通遊客，都一樣可以被即時取消簽證、拒絕入境，甚至係即刻遣返。輕則白白浪費咗幾千甚至上萬蚊嘅機票同簽證費用，重則直接被列入黑名單，以後10幾20年都唔可以再踏足呢個國家。呢啲絕對唔係我聳人聽聞，而係我喺機場工作呢10幾年嚟，每日都親眼目睹真實發生緊嘅慘痛教訓。今日呢篇全部係一線實戰踩坑乾貨，字字精華，大家一定要認真睇到尾，記得幫手點讚同轉發俾身邊準備出國或者探親嘅親朋好友。首先我要幫大家打破一個好深嘅認知誤區，好多人總係覺得手機係我嘅個人隱私，海關憑咩亂睇？遇到檢查嘅時候，第一反應就係本能地抗拒，唔想配合。但係現實好殘酷，行業規矩就係咁樣，只要你踏入咗邊境入境區域，就絕對冇100%嘅個人隱私可言。邊境執法人員擁有法定特權，唔需要任何法官批准文件，隨時可以要求你解鎖手機，打開各類社交軟件俾佢哋查閱。一旦你拒絕配合或者態度強硬，佢哋有權即時拒絕你入境，完全冇得商量。再加上現時嘅海關檢查科技已經全面數碼化同智能化，早就唔係靠人工肉眼隨便翻2下。海關配備咗專業嘅翻譯系統同埋智能關鍵字提取工具，可以一鍵掃描完你幾年嚟嘅所有聊天記錄、社交動態同埋賬單明細。就算係你3年前、5年前講過嘅舊記錄，你自己都已經忘記咗嘅吹水內容，只要包含敏感或者歧義字眼，都會被系統精準抓取，直接變成拒絕你入境嘅鐵證。呢個就係近年嚟點解越來越多手續齊全嘅普通人會莫名其妙喺海關被遣返嘅真正原因。我同大家講一個我親身經歷嘅真實案例，大家就知道隨口講句閒話嘅代價可以有幾大。之前有一位67歲嘅退休阿叔，所有證件完全合法，拿住正牌旅遊簽證飛去外國探望佢個女，行李好乾淨，手續好齊全，原本係必定可以順利過關嘅。入境嘅時候，海關問佢今次入境嘅目的係咩？阿叔好老實咁答係去探女，一切聽落都好正常。但係海關見佢神情似乎有少少緊張，就提出要檢查佢部手機。呢一查就出事啦！海關喺佢嘅舊聊天記錄入面抓到一句致命嘅說話。阿叔喺出發前幾個月同老友喺微信吹水，講咗一句今次出國順便幫個女睇下當地嘅樓市，如果合適就買層樓，再睇下有冇啲小生意可以做下，順便賺少少外匯。就係呢句隨口吹水嘅閒話，直接毀咗佢成個行程。海關即刻判定阿叔雖然拿住短期旅遊簽證，但聊天記錄顯示佢有喺境外買樓、經商同埋長期滯留定居嘅傾向，屬於入境目的同簽證性質嚴重唔符。最後呢位67歲嘅阿叔喺機場嘅隔離房坐咗整整15個小時，簽證當場作廢，直接被安排下一班機遣返，千里迢迢飛過去，連個女嘅面都見唔到。呢啲唔係海關刻意苛刻，而係各國入境嘅硬性法律條文。今日我就將所有最容易中招、最高頻踩雷嘅手機內容，全部用最淺白嘅廣東話同大家梳理一遍，大家返去一定要認真自查。第一大類，高危雷區，打工、副業、賺錢相關嘅歧義對話，呢個係海關最重點嚴查嘅項目。好多香港同內地嘅長輩出國主要係幫子女照顧下一代、打理家務，一片好心，但往往就栽喺隨口嘅聊天內容上面。好多長輩同朋友閒聊嘅時候，好喜歡講今次過去幫子女睇客小朋友、煮客飯、做家務，得閒嘅話還可以幫隔壁鄰居睇客小孩，賺少少零用錢。喺我哋普通人睇嚟，呢啲只係長輩幫襯子女鄰里互助嘅日常閒話，完全冇問題。但在海關嘅標準入面，所有提及喺境外打工、有償幫忙、賺取收入嘅內容，一律被視為非法務工。
所有國家都極度保護本地人嘅就業市場，嚴禁外地人無證打工或者做副業。就算你只係口頭講客，未實際做過，甚至係幾十蚊嘅零用錢收入，只要有文字記錄，就會被認定係搶本地人飯碗，100%拒絕入境兼遣返。大家一定要記住，旅遊、探親呢類短期簽證嘅定位就係純粹去消費同埋短期逗留，對話入面絕對唔可以出現任何打工、賺錢、副業、務工、有償幫忙相關嘅字眼。出發之前一定要徹底清理聊天記錄入面嘅歧義內容，杜絕所有隱患。第二大類，致命雷區，定居、買樓、投資、長期居留相關內容。好多人去外地旅遊探親，覺得當地環境好舒服，生活好寫意，就會同朋友講好想喺當地買層樓，申請長期居留，以後留喺呢度生活。只要你拿嘅係短期簽證，又未取得合法嘅定居、投資或者長居資質，呢啲說話就係親手遞交俾海關嘅拒絕入境證據。海關最嚴防死守嘅就係持短期簽證入境之後非法滯留，只要系統抓到你有喺當地定居、買樓、投資或者長期留低嘅念頭，就會立刻判定你入境目的不純。就算你隨身帶咗好多次現金或者資產證明，想證明自己有經濟能力都冇用，反而會加重你嘅嫌疑，認為你係帶埋資金過去落地生根。所以大家一定要自查，所有涉及買樓、置業、移民、長居、境外投資嘅聊天記錄同社交動態，全部要刪得一乾二淨，唔好留下半點痕跡。除了文字記錄之外，手機相冊係第二大重災區，好多年輕人同埋長輩都在呢度慘遭中招。之前有一個24歲嘅女仔拿齊合法簽證飛去外國參加朋友嘅婚禮，手續、行程、現場回答完全冇問題，最後就栽喺佢部手機嘅相冊入面。佢嘅相冊入面保存咗好多喺網上下載嘅惡搞圖、大膽調侃嘅表情包、具有攻擊性嘅截圖，仲有好多來源不明嘅獵奇圖片。呢啲喺我哋睇嚟完全係開玩笑、無傷大雅嘅嘢，喺海關嘅執法尺度入面就會被判定為不良違規內容，甚至涉嫌傳播不健康資訊。最後嘅結局就係當場被遣返、罰款，仲直接被列入當地嘅入境黑名單，以後永久唔可以再入境。特別要提醒各位長輩，平時喺微信群或者短視頻平台，好喜歡隨手保存一啲獵奇影片、惡搞截圖、不實嘅社會消息，甚至係無意中保存到一啲涉及未成年人嘅不良內容。好多人以為我只係保存，又冇傳播出去，應該冇事啦。呢個係大錯特錯。海關嘅入境檢查只睇你設備入面客觀存在嘅內容，根本唔會理你主觀上係咩意圖。只要你嘅相冊、收藏夾、緩存資料夾入面有敏感、不良或者違規嘅素材，一律會從嚴處理。特別係涉及未成年人嘅不良資訊，喺全球絕大部分國家都屬於極度嚴重嘅違法行為。就算係無意中保存嘅玩笑截圖，都足夠令你被扣留、罰款兼拉入黑名單。講到呢度，我同大家分享幾個超級實用、100%見效嘅出國手機清理妙招，可以幫你規避90%以上嘅風險。大家一定要跟住做。第一，喺飛機落地前嘅幾個小時，徹底清空微信、抖音、WhatsApp 等所有社交軟件嘅緩存記錄。最穩陣嘅做法唔係逐句刪除信息，而係直接刪除整個對話框，清空本地嘅所有歷史記錄。第二，相冊入面嘅相片同影片全部備份上雲端硬盤，然後將本機相冊一鍵清空，唔好留低任何圖片同影片。第三，如果你部手機嘅記錄實在太多太亂，隱患比較繁雜，最保險嘅方法就係喺上飛機之前直接卸載所有社交軟件，等順利過關入境之後，先喺當地重新下載同登錄。好多人覺得咁樣做非常麻煩，但係對比返被遣返、拉黑、損失幾萬蚊旅費同時間成本嚟講，呢少少麻煩根本算唔得上咩？大家切記，現時嘅數據恢復技術非常先進，如果你等到落地之後，先手忙腳亂咁去刪記錄，隨時可以被海關嘅設備還原返出嚟，而且你慌張嘅舉動會立刻引起海關人員嘅懷疑，將你列為重點檢查對象。所有嘅清理工作一定要喺出發前2至3日提前做好。仲有一個極多人都忽略咗嘅隱形雷區，就係私下換匯同埋私人資金交易記錄。好多香港同內地嘅朋友去外國，習慣私下向親友換外幣、轉賬或者兌換現金。聊天記錄入面經常出現，幫我換少少外幣，轉咗錢俾你，幫我換外匯，私下換錢，划算啲呢類說話。大家一定要清楚，絕大部分國家都嚴禁私下換匯同埋無正規渠道嘅資金交易。呢啲行為喺法律上屬於非法金融活動。
海關核查你嘅賬單同聊天記錄時，只要抓到你有私下換匯、大額私人轉賬或者沒有合法交易背景嘅資金往來，就會懷疑你嘅資金來源不明，涉嫌洗錢、地下交易或者代購牟利。就算只係幾百蚊嘅小額換匯，只要留低咗記錄，都會觸發深度嚴查，輕則被扣留盤問幾個小時，重則直接拒絕入境兼遣返。除此之外，你手機入面嘅支付賬單亦係重點核查項目。如果你嘅賬單入面充斥住大量無規律嘅私人大額轉賬、頻繁嘅異地交易，但又沒有對應嘅商場、酒店、餐飲或者旅遊消費記錄，同你申報嘅旅遊探親目的完全唔匹配，海關就會判定你涉嫌喺境外從事非法經商、代購或者地下資金活動。建議大家喺出發之前整理好賬單，清理走冇合理解釋嘅異常轉賬，保留好正規嘅消費記錄，同時準備好合理嘅說辭，避免被海關長時間盤問。再重點講一下接受檢查時嘅態度問題，態度出錯，就算你所有手續同內容完全合規，都一樣會中招。好多人被海關抽查手機嘅時候，覺得自己嘅隱私被侵犯，當場情緒非常激動，拒絕配合，甚至同海關人員發生肢體衝突或者搶奪手機。我真心提醒大家，邊境口岸係特殊嘅法律執法區域，抗拒檢查、阻礙公務，屬於極度嚴重嘅違法行為。後果絕對唔止係遣返咁簡單，隨時會被當場制服、依法拘留同處罰，留下永久嘅不良執法記錄，影響你以後一生嘅所有出入境申請。唯一正確嘅做法係全程保持冷靜，大方配合，做到不卑不亢。只要你提前清理好手機，心靜不怕影子斜，坦然接受檢查就得。如果你遇到語言唔通、聽唔懂海關問話或者睇唔懂英文文件嘅情況，千萬唔好亂咁簽名或者亂咁應答，一定要主動要求海關提供免費嘅廣東話或者普通話翻譯協助，保障自己嘅合法權益。除了聊天記錄、相冊同賬單之外，你嘅社交平台動態亦係隱形嘅核查重點。好多人以前喺朋友圈、微博、小紅書或者短視頻平台發過嘅留言同評論，如果有吐槽過當地嘅規矩，發表過偏激嘅觀點或者負面言論，就算係3年前、5年前嘅舊內容，都可以被海關嘅系統檢索出嚟。建議大家喺出國之前，將所有社交賬號設定為3日可見，或者隱藏、刪除所有偏激、負面同敏感嘅動態。喺入境嘅過程入面，保持低調，係順利通關嘅黃金守則。最後同大家講一個行李檢查嘅隱形漏洞，好多人其實係被自己嘅聊天記錄出賣咗。好多人出外遊玩或者探親，喜歡帶少少自家嘅特產、滋補乾貨、風乾肉食或者民間草藥。明知有部分物品屬於各國海關嘅禁運品，仲心存僥倖，偷偷藏喺行李箱嘅最底層。但係大家唔好忘記，你事前同家人、朋友商量點樣偷偷帶違禁品，點樣藏起嚟避開檢查嘅聊天記錄，早已喺手機入面留下咗鐵證。呢個就係典型嘅不打自招。正常情況下，如果只係無意中帶咗違禁品，如實申報嘅話，大多只係沒收物品。但係如果海關翻查到有聊天記錄，證明你係刻意隱瞞、蓄意規避檢查，執法處罰就會即刻加重，隨時直接拒絕入境兼拉入黑名單。所以大家除了自查行李箱之外，一定要清理相關嘅聊天對話，絕對唔好留下任何關於瞞報、帶違禁品嘅對話。我喺民航同入境相關領域工作咗35年，見過太多可惜嘅個案。有人辛苦積蓄咗大半年嘅錢，先等到一次難得嘅家族外遊；有人千里迢迢飛咗10幾個小時，只想去外國睇下自己幾年冇見嘅子女。最後就因為手機入面幾句隨口吹水嘅閒話，幾張無聊嘅惡搞截圖，或者一條細碎嘅轉賬記錄，導致整個行程瞬間泡湯，無辜被當場遣返。呢啲意外冇一單係當事人故意要去違法，全部都係因為唔識規矩、心存僥倖或者忽略咗細節所造成嘅。現時嘅出入境檢查早就告別咗以前只係查證件、查行李嘅舊年代，全面進入咗大數據數碼核查嘅時代。你部手機其實就係你嘅第2本出入境證件，你嘅每一句聊天、每一張相片、每一筆賬單、每一條動態，點點滴滴揀選出嚟，都係海關判斷你係否合規、入境目的係否純正嘅核心依據。最後同大家定返個心，正常嘅生活化內容，譬如養生資訊、烹飪食譜、日常朋友吹水、家庭瑣事，係完全唔會影響你入境嘅。海關嚴查嘅係非法滯留、無證無供、不良違規資訊、非法資金交易呢類高危行為。普通人正常嘅生活記錄，海關絕對唔會刻意去刁難你。出門外遊，平安順利永遠係第一位。
花少少時間提前自查部手機，清理走隱患，避開雷區，就可以保住你成千上萬蚊嘅旅費，避免成個行程翻車，甚至留下不良記錄。希望大家睇完呢啲實用乾貨之後，立即轉發俾身邊嘅長輩同朋友。多一個人懂得規矩，就少一個人喺外遊嘅時候吃虧。出門喺外，事前多一分準備，旅途就多一分安穩。祝願大家每次出入境都一路順風，平安如意。